集，約瑟夫和羅曼，迷失在雪叢森林的朋友。那天早晨，天空湛藍，非常適合學校組織的自然之旅。約瑟夫和羅曼的班級出發去探索雪叢森林，這是一片位於呂貝龍中心的神奇地方。孩子們很興奮能在大自然中度過這一天，觀察參天大樹，聆聽鳥兒歌唱。記住要靠近大人，一邊調整背包，一邊提醒老師。約瑟夫和羅曼並肩走着，眼睛睜得大大的。森林十分廣闊，百年老雪叢的枝條形成了一種天然的天花板。他們跟在女主人後面排成一列中隊前進，小腳踩着長滿蟲針的地面。看，一隻松鼠。羅曼指着一根高高的樹枝低聲說道：去，我們會讓它逃跑。約瑟夫微笑着回答道。突然，在一條小路的拐彎處，他們聽到了哭聲。那是羅曼的朋友之一莉莉，她正坐在樹樁上，眼睛紅紅的。莉莉，發生什麼事了？羅曼慢慢走近問道。我迷路了，我再也找不到該群組了。莉莉抽泣着回答道。約瑟夫總是準備扮演英雄，他深吸了一口氣。別擔心，莉莉，我們將幫助你找到該團體。羅曼點點頭，但在內心深處，一個小小的聲音低語道：森林太大了，他們也可能會迷路。約瑟夫，你確定我們知道我們在哪裏嗎？他低聲說道。當然，我們只需要沿着來時的路走就行了，他自信地說。但問題是，有好幾條路都很相似，他們不再清楚自己走的是哪一條。在他們周圍，樹木形成了一個綠色的迷宮。森林的沉寂開始讓他們感到擔憂。我們必須保持冷靜，就像老師教我們的那樣，約瑟夫說道，盡量不表現出他的恐懼。羅曼娜則緊緊握住莉莉的手，而莉莉則繼續哭泣。我要找到小三，他抽泣着說。突然，一聲尖叫劃破了寂靜，這是老師的聲音。在呼喚他們。約瑟夫，羅曼嗎？莉莉，我們到了。約瑟夫揮舞着手臂喊道。過了一會兒，老師跑了過來，後面跟着其他孩子。你還好嗎？他如釋重負地問道。是的，我們找到莉莉了。約瑟夫自豪地解釋道。你們非常勇敢，老師向他們表示祝賀，並給了他們一個燦爛的笑容。一行人回到集合地點，坐下來野餐。羅曼和約瑟夫從來沒有這麼高興能與班上的其他同學團聚。野餐期間，約瑟夫、羅曼和莉莉向朋友們講述了他們的冒險經歷。他們描述了蜿蜒的小路、森林中怪異的聲音以及迷失在古樹中的奇怪感覺。我會保持冷靜，一個男孩咬着三明治說道。你說得很容易，羅曼說道。當你身處樹林之中，所能聽到的只有風聲時，那感覺真是令人印象深刻。莉莉點了點頭，眼睛仍然有些濕潤，但漸漸地，他又恢復了笑容。回到車上，莉莉感謝兩位朋友對她的照顧。謝謝你，約瑟夫。謝謝你，羅曼。我永遠不會忘記你為我所做的一切。約瑟夫挺起胸膛，驕傲得像一隻小公雞。沒什麼。現在我們是探險家。羅曼娜則透過車窗看着森林掠過，心裡感到輕鬆，
仿佛完成了一項偉大的使命。那天晚上回到家後，約瑟夫和羅曼向父母講述了他們的冒險經歷，父母仍然對當天發生的事情感到興奮。你們真的很勇敢，爸爸祝賀他們。但請始終記住要與團隊保持密切聯繫。是的，我們有點迷路了，約瑟夫低頭承認道。但我們還是保持冷靜並幫助了莉莉。媽媽擁抱了他們並給他們倒了一大杯熱巧克力。我的小探險家們，你們值得擁有它。